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发表讲话；达赖喇嘛尊者向拉达克信众传授菩提道具论；中共当局镇压西藏定日县登卓寺，4名僧人遭判重刑。美国参议院任命新的民事安全与民主和人权副国务卿，驻北美代表在华盛顿参加阻止2022年北京种族灭绝运动会集会活动，驻布鲁塞尔代表会见比利时知名记者吉塞尔内特女士。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第一则消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四7月15号从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通过视频在华盛顿举行的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发表讲话。据了解，这场峰会是美国前国际宗教事务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先生和兰陀斯人权和正义基金会主席卡特里娜·斯维特女士联合发起。达赖喇嘛尊者在第3天的峰会上通过视频致辞时，重申宗教自由作为思想自由机制的意义。尊者指出 ，Religious freedom is actually in a way the freedom of our thought, the various different religious tradition, different philosophy, or different tradition, but all carry same message of love, and forgiveness, contentment, self-discipline. So these are even non-believer. It is very relevant. Content and self-discipline, and think more other rather than oneself. 除达赖喇嘛尊者通过视频在峰会上致辞外，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贝克、前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弗兰克·沃尔夫、参议员詹姆斯·兰克福德、卡特里娜·兰托斯·斯维特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代表萨曼莎·帕尔斯等政要通过网络视讯在为期3天的峰会上发表讲话。与会嘉宾在峰会上讲话时提到了在中共统治下藏传佛教信众、维吾尔族穆斯林信仰者、基督徒和法论功学员的困境和中国境内缺乏宗教自由的问题，并敦促中国政府保护其统治下民众的宗教自由。此外，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也于当天在遭受迫害的西藏宗教自由为主题的会外活动上发言。此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因拉达克佛教协会、拉达克贡巴协会和赤色仁波切的祈请，从本周二7月13号开始，为期2天，通过网络视讯传授阿底峡尊者撰写的《菩提道具论》等经典。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被问及如何在佛教以外的宗教信仰者中受欢迎的问题时，尊者强调，这也许是因为他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场合呼吁人们培养一颗慈悲利他之心而获得的。另外，根据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观察于本月6号发布的报告，在2019年，中国对所谓西藏自治区定日县协格尔镇登卓寺进行镇压后，编造罪名起诉该寺4名僧人，分别判处5年至20年的徒刑。人权观察发布的这份61页的报告，首次详细说明中国政府对鲜为人知的登卓寺僧人实施的镇压。2019年9月，西藏拉萨市公安人员从46岁的登卓寺僧人曲家汪波在拉萨市一家餐馆中遗失的手机中查获他的私人通讯内容，其中包括他和多名流亡尼泊尔的西藏僧人联系的讯息。
以及2015年尼泊尔震灾后的捐款记录。随后，丁日县公安局对该寺进行搜查，导致该寺多名僧人被捕，1名僧人自杀。其中，曲江汪波、罗桑金巴、诺布敦珠和阿汪义西4名僧人在2020年遭到秘密审判，分别被判处20年、19年、17年和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对此强调，中国政府把西藏所有僧尼都当作潜在的颠覆分子，同时升高边境安全警戒，加强管制网络通讯和宗教现金，合在一起必然造成惊人的司法不公。另外，美国国会参议院于本周二7月13号证实，美国外交官乌兹拉·泽亚女士将担任国务院民事安全与民主和人权副国务卿一职。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国务院民事安全与民主和人权副国务卿同时担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泽亚女士在今年4月的提名听证会上说，中国政府正在压制藏人、基督徒和其他少数族群。她还指出，她有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一起工作的经验。在谈到中国目前对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族群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时，强调，他希望在担任副国务卿期间，使用国会通过的如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和维吾尔族人权法等法案向中国施压。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于本周一7月12号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阻止2022年北京种族灭绝运动会集会活动。代表欧洲次人在集会活动上发言时指出，如果中国要继续享受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特权，就必须尊重有关人权、自由和正义等的规则。接下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于上周五7月9号访问了比利时的云丹林藏传佛教中心，并接受了比利时知名报刊的记者吉塞尔内特女士的采访。代表扎西平措向内特女士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人生使命，其中包括尊者为复兴古印度那兰陀文化而所做的努力，以及尊者对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藏人行政中央运作情况和中间道路政策等议题进行了讨论。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